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2月1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早起，远东航空的张光伟董事长出面，讲昨是同事判断时间差，才会讲公司要结束，这是误会。卫生福利部统计讲，流行性感冒公费预防下，幼囡仔比较去年来自加一倍，但是已经开始紧急应变。英国国会议员的选举拄转煞。出口的民调即时发布预测的结果，拍算是保守党的大赢。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昨远东航空向宣布经营就要结束，尤其董事长张光伟，佮敢若发表声明，讲家己落人的陷阱已经塌将近9亿，公司嘛是无起色。加早起11点，张光伟有出面，讲是手下的同事判断有时间差，才会宣布公司要结束。但已经有3组要投资的人来咧讲。望讲下晡因的飞机就会当阁飞上天。讲实在话，我们损失非常大的资金，然后款项投资款又没到位，那造成我们突发的事件，这是我始料未及的。那我也非常沮丧，哦，那事情很简单。我是一个很重责任感、很爱面子的人。哦，事情处理得好，对大家负责，我就继续努力。哦，我现在非常有信心。哦，那所以我现在坐在这边。如果真的是绝望了，那只能一死谢所有人啊，一死谢罪啊。那。我有想死的勇气，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那也好在，这个老天有保佑，哦，那有3组的投资人，哦，这个对台湾有信心。对远航有信心，对我有信心。哦，在我发布这个遗书之后，马上就联系到我们。哦，那所以我今天才坐在这里跟大家报告这些好消息啊。那也谢谢这个主管机关大局的支持，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说明这个状况。张光伟和远东航空的公益独立董事陈玲燕同齐出面开记者会，讲伊单独经营公司10多年，家己不过也只是一个平凡人，嘛是拄着心情的起落。昨是手惊关机所造成公司内底有人判断错误，做出无适当的处理，才来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伊真失礼。张光伟嘛讲，员工无要遣散，目前敢若是资金还未入来，公司也拢无欠人甲半点。尤其已经有超过3组要投资的人等咧讲，一礼拜都有10亿的资金会到手。另外，台北地检署也已经传张光伟阴暗7点，爱去说明咯。一透早，松山机场远东航空的柜台都有真侪民众排列要退票，不过工作人员是讲，敢若暂时先登记，费用要安怎退，都要互公司搁再发落。主管机关交通部林佳龙部长是强调讲，大家都唔通生惊，交通部决定是会保障远东航空的员工，甲拍票的消费者正人的权利。我要出国去，我们又来这边怎么办？对，没有，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做退票登记，对，那之后后续公司他们会做处理。远航工作人员提线将退票登记表发给现场办理退票民众，强调松山机场现场办理退票只有登记，提无现金。退票民众有人是13登记错发的机票，行程完全被打乱。我买了才没有几天呢，只有现金登记再讲吧。也未少人是未有买明年1月选举回乡机票，或者是农历春节机票，退票损失金额1万块。4张。1万多吧，其实很常搭远航，他之前票都很便宜，所以现在想到好吧，那就可以理解了。但是就是接下来可能回金门的班机会更少了。金门机场10日下晡已经出现排队退票民众，
远航柜台将近1000人来退票，因为人数伤过济，一直到暗时6点外，还有超过600位民众等待退票。8点外等到今摆，会8度好啊！以后就办啊，我办啊，当时啊。远航不止引发退票潮，到目前为止有500位乘客滞留在海外。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一定会保障消费者权益，爱社会大众唔通惊吓。有差不多500位滞留的这些旅客，我们协调其他的航空公司，那希望在今天完成疏运，也设立了消费者保护的信托的专户，所以关于后续可能涉及到的退票或者是赔偿，也请社会大众呢不用恐慌。林佳龙表示，远航这几年营运无透明，已经要求远航负责人张光辉出面说明，负起法律社会责任。另外，违反民合法管理规则已经进行裁罚，严重会废止许可证。记者综合报道。远东航空的航坡经过一日就有这么大的变化，美术嘛亲像飞行机伫咧起落咧。昨晚，远东航空按中国飞转来桃园机场，这班飞行机班顶头的服务人员和机长拢惊讲，这是公司上尾一班降落的飞机。大家嘛拢真唔甘，互相徛我甲这台飞机做伙，翕相留恋。哎呀，大家都不舍啦。远东航空最后一台航班12暗自中国飞转来桃园机场。远航伫暗时值班的特勤人员差不多全部拢到，坐巴士来接机。伫咧所有旅客拢落飞机坐车离开了，机长、空服员也甲大家做联系毕业相。你坐上尾一班的延台，唔知哦，差点就坐不上了，差一点坐不上，有没有很紧张？怎么说差点坐不上？他们好多人都不愿意。旅客讲，因为相信旅行社会做好安排，所以未担心远航暂停营运。这台班机本来有141名乘客，协调了只敢剩40个人回来台湾。机组人员一开始不愿意加讲，尾下忍袂住讲，大家拢真唔甘。谢谢公司带给我们的一切，那都是很美好的回忆。希望公司还是可以继续加油。你在野航待了多久？待了12年。那乘客有给你满意？大家都会跟我们说加油。我们公司还在努力。还在努力。对，还在努力。原本有排班，你们原本明天有排班的，是减班而已。后来民航局长官指示全部取消了。今年5月底，远航就把无预警取消31个国际航班，这嘛主要航线国际线只敢剩4条，包括桃园飞日本、新系、福岛、秋田加南韩的济州，其他拢是两华加国内线为主。这么暂停营运，港会希望政府应该保障员工的权益。政府在这相关的资讯到底掌握的状况如何？那以及这一次又发生了类似复兴航空的大量员工失业的状况，那我们这一次政府到底可以给予失业的员工以及就是消费者的权益怎么样的保障？根据台北市劳动局的资料，远航保劳保的员工差不多1000人，劳动局也无接到要大量解雇劳工的通报。13早起的派人去远航落检，记者综合报道。昨远东航空放这款消息，互台北市政府认定讲，这就是已经违法。透早就派劳动检查员入去因总公司，要看敢有影确实就停业啊。总是远东航空内面的职员拢啊正常咧当值，嘛无人通知因爱办理离职的手续，大家嘛拢咧等待董事长出面来处理。远航伫拜四发出内部的公告，通知员工自拜五开始停飞。不过，如果对外讲，希望只是暂停营运，无放弃复飞。台北市政府劳检员伫拜五一早起到远航总公司，要确定远航是毋是有停业的事实。若是确定停业，员工被欠的薪水就让由信托基金来付。你们是劳动局的人吗？对。干嘛？今天他们是来证件看一下吗？根据了解，远航这个月5号的时阵有暗时发顶个月薪水，不过目前并无通知员工这个月薪水加资遣费要安怎发。相对员工今仔日也是正常上班，其中维修部门的主管自发性协助员工因在职证明加受训的记录，为车道路做准备。就是在印一些训练记录这样子，然后方便做以后的转换跑道之类的东西。对公司内部现在还有给你们什么样的公文还是怎么样的告示吗？没有我们没有收到。所以不担心失业？啊？
不能。相信董事长吗？对。您在这边工作多久啦？都在远航吗？根据台北市劳动局的统计，远航现有员工是1024人。劳动局伫咧劳检了，将会限期远航清偿薪水加资遣费，因为远航无依法提前通报解雇。依法，若是负责人所欠的薪水超过2000万，就会被限制出境。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水分明，早起蔡英文总统伫总统府面头前采用军礼欢迎南太平洋的纳入共和国新上任的总统安格米亚来台湾访问。这也是纳入的新总统上任到当头一摆正式出国访问。蔡总统致辞的时阵，佫强调，这摆的访问正正就是代表两国的邦交情分真好，友谊真在。这一次更是亲自率团进行国事访问，展现出对两国邦谊的坚定支持。在国际及区域情势急剧变动下，中华民国台湾和诺鲁持续深化伙伴关系，特别是对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两国的合作非常的密切。Nauru will always stand side by side with Taiwan in the future that we are going forward together with. This relationship will keep growing stronger.And a true partnership that provides mutual benefits and prosperity to both countries. 台湾和纳鲁今日也正式签订航空服务协定。外交部强调讲，这是因的新总统用行动来证明对台湾的支持，双方也会继续找出合作的机会。因为9月尾，太平洋这边的 Solomons 群岛和 Kiribati 这两国小连续和咱断交，共这搭四边咱另外这4个邦交国的往来，就特别受人注目了。咱来看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昨去和新住民会面座谈，所以讲蔡英文总统唔捌去生到囡仔，所以不了解做人父母的心情，引起社会各界议论纷纷。蔡总统本人嘛伫咧 Facebook 甲伊拄翻头，再去张善政背回讲，家己的话伫咧网络顶头，互人出头赞美，未输是咧甲伊欺负的程度咯。杨惠如网军事件，我们觉得，我们对于每一位网络使用者个人的资料保密，已经到了要面对，而且立刻开始加强。韩国舆论影片来支持陈亚所提出来的所谓政策，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佮带头来签反所谓的违权宣言。杨惠如网军的风波还未煞，国民党的攻势是一波接一波。啊，毋过张善政前一天发言，讲总统蔡英文毋捌生过囡仔，毋捌爸母心，毋但引起各界不满，佮希望讲是咧歧视女性。今仔日张善政亲身出来背会，甲原本迄句话佮定讲三改，佮讲家己去互网络霸凌。昨天我讲这段话以后，被断章取义，说我歧视女性。我把这些话收回，我重讲一次。蔡英文总统，请你体会天下怀胎的父母心，给我们新住民已经怀孕而没有健保的这些台湾媳妇，支持我们的政策，也给他们健保。因为不满蔡英文的作为，张善政批评的力头是愈来愈大。啊，毋过嘛，因为失言的风波，互民进党找到机会来反击。蔡总统先伫人面册破文问讲，张善政伫做行政院长的时阵有做啥物？蔡英文总统连任办公室再去召开记者会，批评张善政几啊届拢讲这种有歧视的话。民进党主席窦永泰嘛认为讲，张善政应该爱甲全民回实力。张前院长过去的印象在人民心中，应该也是一位翩翩的君子。那为什么在接受副总统的这个提名之后，会变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他应该今天要诚诚恳恳的向全天下的人呢，要说出他的道歉。窦永泰认为张善政的讲法，应该是为了要回应韩国瑜对12月2日的罢韩游行，超过引起对立的做法。选战开始到达时间，那里的车票是愈来愈激烈。记者综合报道。选举时到一到，小党这边嘛咧拼。台湾民众党的郭文田主席，昨是讲因不分区的立委提名名单，比较亲民党加正勇。早起伊佫讲，因迄内底有一半拢是对各行各业公开敬赖，当然较会当应付社会需要。毋过宋楚瑜当也有开喙甲伊背翻头，这也引起众人佫再来注目因双人中间往来的变化。
选战剩无一个月，第三势力要拼选民的支持。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昨日伫咧录竞选歌曲的时阵，讲到民众党的不分区名单比亲民党加较强。13伊到大量市场参加开幕典礼的时阵，佮一再强调伊对家己的名单真有自信，因为名单有一半的人拢是海选来的，较挖紧民意。其实我们的不分区以上还是比较多元，然后比较能够直接面向社会，还有最重要，我每次说最骄傲的。他们真的一大半以上是海选来的，我们可以挑出比较好的人，是因为我们比较有理想，愿意去尝试一个新的制度。第三势力被有关声势，郭文哲将家己名单和亲民党做回比拼。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13起家人向蒋经国的当上帝意，同一个时阵也真无客气，甲郭文哲回得转去。柯市长，我要很向你特别说说，你为什么不跟其他的政党来比一比啊？柯市长，咱台湾人啊是有情有义的，没有亲民党支持你，你第二任可以连任吗？瓜宋继空交战，敢若和瓜宋之间的关系出现逼损。内伫咧亲民党不分区被提名人郭家军的老友党，最近讲政党票就爱极大化，第三势力要安怎配票，大家也伫咧关心。以他的立场，当然他一定要这样讲嘛，这也没有错。但是问我的话，当然是全部投给民众党就好，就不用那一句啊，每个人追求他的最大利益，合起来就是国家的最大利益。那大选的辩论，宋楚瑜和其他两个总统候选人拢已经把同意书送给公司。公司后礼拜会邀请有意向要参与电视辩论的媒体做伙讨论，和三个阵营斗阵协商，希望量早把时间定落来。记者欧敏晶、陈碧珠、吴家宝台北报道。今日早起，中央选举委员会嘛正式公告总统候选人的名单。李进勇主委阁表示讲，按算选举迄天到营10点，票都拢开完了。去年年尾9合1的选举选务的争端，加减有互人议论。中选会这回嘛特别修改计算选票的流程和资讯安全的设施，佮强调讲规站过程一定公开透明佮安全。总统大选进入到达时间的阶段，选举的计票作业嘛受到大家关心。中选会13举办记者会，特别介绍电脑计票的流程甲治安措施，强调讲一切公开透明。我们的投开票的结果过程是公开透明。那刚刚有提到，另外我们有提供媒体直接下载档案，那各媒体其实也都会直接运用。中选会指出，各投开票所唱票结束了后，一份投开票的报告会派专人传去中央选情中心，另外一份会搭伫咧投开票所的门口，让媒体甲民众来检视。毋过去年9合1大选，中选会证实，选举迄天捌去互骇客攻击，经过紧急处理才摆脱危机。这届大选会更加注意提款改变。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情况，那我相信其实我们有标准的一个作业程序，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可以处理完毕。中选会主委李进勇表示，预计1月11选举日迄天暗时10点会开票结束，为着避免佫出现去年迄种拿开票拿投票的状况，已经针对投开票所进行分流。第一个就是降低每个投开票所的人数，从过去的1500我们这个降到1200圈票遮屏数。2020总统立委选举，因为去年9合1选举经验有真侪争议，中选会这届是准备甲真10层，唔敢去放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英国国会议员的选举，早起嘛拄顿煞。伫咧投票所门口访问人，迄款出口的民调嘛即时发布预测的结果，拍算英国首相强生这党保守党会变作下议院稳定的多数党。若敢有影安尼食，英国脱离欧洲联盟就真有谱咯。英镑换美金嘛对咧称起得到过去1年半上界悬的价值。12暗时10点钟，大选投票结果时间一到，英国广播公司 BBC 伦敦总部大楼外壁马上出现出口民调的预测结果。选战主要目标锁定脱欧的保守党，伫下议院650席当中摕到368席，比顶一摆大选加50席，摕回绝对多数地位。这不止确保党主席强生未来5年的首相大位，未来10年可能拢是保守党的天下。That shows that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wanted the government to get on with it, essentially get it done. 北英格兰3脱欧公投赞成票占多数的工党投票区，即摆全部沦陷。1950年以来，从来无出现过保守党议员布莱斯古换人。出口民调显示，工党得71席，只得到191席，是自1935年以来上大失败。党内党外拢爱领导人科尔宾落台声音马上出来。
We'll see the results in the morning, and then decisions will be made, I'm sure, then. Let's see the results. It's a historic defeat for Labour. It's potentially their lowest result since 1935. It's an overwhelming confirmation of Boris Johnson's plan for the country, his plan for Brexit, and to be honest, it's very difficult to disagree with. 其他各党的席次方面，苏格兰民族党 SNP 有55席，老敖派自由民主党只有13席，独联党主席史文森拢落选。法拉奇的脱欧党是保零。5礼拜竞选期间，强生一直强调，只要用将控国会多数，会伫12月19提出新法案，要求国会批准伊所拟定的脱欧协议，让英国用伫明年1月31日进行脱欧。大选结果，英国是宣布将摆脱3年外的脱欧无确定，这让英镑伫汇市表现真强，换美金的汇价从年半以来上悬的绩效。这是英国自1923年以来第一摆伫12月举行大选，尽管天气又搁湿又搁冷，真侪投票所拢出现选民排甲长落来的罕见景象。有的要赶上班的民众，等了半点外钟的时阵，就决定放弃。记者综合报道。咱们来讲，中国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又有新的进展。美国总统川普昨批准，会将12月15开始要甲中国新增加国扣的关税暂时冻点。不过要求中国爱甲因采买500亿美金的农产品。但嘛有消息是讲，这个条件中国迄边已经有应了。美国总统川普伫12日推文讲，将会甲中国达成一项重大协议。消息一传出了，美国大起，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拢收伫历史新高，道琼指数也起220.75点，起磅是0.79%。以28,132收盘。23日起的中国股市也开红盘。CNN 报道，川普伫咧当地时间12下昼，伫咧北京甲伊的贸易顾问团队开会。川普同意将会暂缓原本定15要对中国1600亿美金的输美国商品加扣15%的关税，不过中国就会答应伫2020年卖500亿美金的美国农产品。这个数字是无以前开始进程，中国买美国农产品的2倍。有消息讲，中国已经答应要买，不过中国商务部伫12日并无讲相关的消息，只敢讲已经开始部分自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排毒工作。关于中美经贸磋商，双方经贸团队一直保持密切的沟通。目前我没有更多的细节能够向大家透露。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正在根据相关企业的申请，有序开展部分大豆、猪肉等商品加征关税排除工作。北京预计伫13就会发出正式的声明。有美国官员建议，为了要甲中国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将会对3600亿美金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降50%。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转来咱台湾，远东航空手下企业毛和高雄市劳工局教育中心的丁清会馆签一期20档的契约，要甲这搭经营做一间饭店，或者花社商礼。昨昏高雄市劳工局嘛接到对方的通知，讲这搭干那要经营到年底尔。劳工局表示讲，会要求对方的照部来处理员工遣散的问题，若无就会处分。来到高雄这间华社商旅营运委员正常，这是远航集团主企业甲高雄市劳工局签订的委外整建经营投资所开的旅馆，规模4档来营运拢正常。不过12号劳工局收到对方的契约，讲要伫咧明年结束营业，因判是甲远航出现的资金危机有关。目前公司都没有通知，我们都还是正常。我们就是等公司通知啦，因为有很多消息是不确定的这样子。公司要结束，真侪员工讲无接到通知，不过劳工局表示已经了解，嘛要求公司也是要大量来资遣员工，就要付应该的费用，啊无就要开发。目前我们所了解，他们有20位的员工在华社这个部分。那如果说到时候
资方没有给付的话，我们当然会按照劳基法来做相关的查处。我们也会协助劳工，透过法定的一些程序去做求偿的动作。劳工局表示，目前无员工来申请着劳资纠纷的调解，远航停飞嘛，甲资金的缺口有关。初步了解，国内有3间银行对远东航空有授信债权，其中上大银行可能就是合作金库，金额恐惊超过22亿。不过金管会跟他表示，相关的细节搁在了解当中。记者王柳婷、柯正俊个人报道。远东航空昨的风波也影响国内空中交通这个产业局势的变化。外界开始有消息咧讲，去年中央航空前任的董事长张国伟接整的这间星宇航空，有可能会去申到远东的客门。不过星宇航空的发言人是讲，因未去接受远东目前咧飞的航线。香港公的越南派面顶夹鱼糊，还有胖甲特别做的生菜，米其林一册菜色变做飞行机面顶的食食。星宇航空餐饮服务第一届正式公开，佮要挑战伫咧35000英尺的关空，提供烧汤的服务。星宇航空呢，我们是以跳脱这个框架的一个企业思维来想办法啊，在飞机上里面呢，要提供热汤，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做到了。张国伟一手拼出来，星宇航空交通部伫咧初10核准营运了后，预计伫咧明年1月23开始首航，而且伫咧后礼拜26开始卖个人机票甲团体旅游行程。就伫咧首航的进程，远航无长程来停飞，外界团讲星宇真有可能会来接收远航的客源，对这个代志，星宇是好认。我们不会去接收这个远东的既有的航线，我们会站在我们既有的一个基础之下。陆续的这个去开辟我们新的航线。其实来看过去这20天，国内已经有4间航空公司去互淘汰出局。1995年开航的瑞典航空，迄当年用1块的机票来拍知名度，不过发展真紧的状况之下，1998年10月份就出现财务困难，宣布停航。2001年宣布破产，退出市场。2014年首航的复兴航空全资子公司威航，经营无到2档，就因为未堪这了钱，伫咧2016年10月初1宣布停飞。复兴航空嘛，伫咧2016年11月22日无长地停止所有航线营运。目前国内航空市场是以华航甲中营，还有其他的华信、虎航、立营，伫咧市场是较稳定。若是国内远航无法度改善财务的状况，恢复正常的营运，民用航空业的许可证去互交通部收登去的规则，原本分配两岸航权，民航局嘛收登去重新分配。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这2日完了足要紧的消息，就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统计讲，因为今年流行性感冒公费的预防针一日开始自购单，迈入小学幼囡仔比较去年已经加1倍来自了。按算2礼拜来预防针的额就会较安到，目前已经开始运转紧急应变的工作，后礼拜就会各补60万剂去到各地方，互县市政府调度。一透早，内湖区健康服务中心有真侪民众走来要注公费流感疫苗，中心发放号码牌仔，民众排队来注。第2波公费流感疫苗12月8号开始开放，65岁以上的是大人甲学龄前的囡仔来注。有老大人烦恼，万一是注袂到，毛妈妈表示，进前离大病院无排到，即马该来这边。大家都在抢，都打不到。我不大清楚哎。你会不会担心打不到？会呀，因为我大医院挂不进去，对，所以就来这边。那你这样跑来跑去，会觉得很困扰吗？不会啊，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内湖区健康服务中心表示，疫苗并无限量，这几天无欠货情形，但今年民众是比去年较侪。疾管署表示，今年第2波开始自的头前4天的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4成，囡仔来自更加成长1倍。部分诊所病院出现抢要自的现象，已经启动应变机制。可能在未来2周是吃紧的状况，所以已经紧急启动应变的机制。那下周3跟下周5，总共会这个配送60万剂给各县市来做弹性调度的运用。疾管署相信60万剂会当帮助解决目前的情形。剩的还未到货287万剂，上班会伫明年1月3号进前配发予各地卫生局。只要接起来，疾管署认为已经排定的校园注公费疫苗时间，未延后到明年3月，应该会当离春节高峰期来临进前完成校园的注射。记者林俊文、彭耀祖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来讲，台中市大安区东安社区
大甲溪的出口之闸，因为溪水咧行的范围有变化，引起北平岸的土沙渐渐流甲空气。早起主管机关和在庄的农民去现场会勘，遮个做田的时代拢讲，顶站啊因伫迄个位啊种的农作物，拢互溪水流去。啊嘛烦恼讲，土沙若继续减，规片花是会崩。真忙就是忙公家这边，着趁水较摕这段期间，赶紧解决问题。农民这条河道遐本来是因的田，但是一天的时间，啥物拢无啊。吼，这拢阮的田啦吼，啊，就是为着这个叫做旧年、前年吼，每年尔，唔是风台哦。白了，这高滩地，阮这种做，咱这高滩地吼，就阵拢一暗尔，就阵拢20架，就拢叫挂去啊。每个到了顺季的时阵，因就真烦恼，想到迄个过程，目眶犹原是红起来。一放一直挂，我大家徛咧看戆戆，我有当时吼唔甘啦，啊紧抢疏，啊有人甲我叫咧讲，莫去，莫我的，我嘛是紧抢疏，迄是我的肺咧挂去，肺咧滴啦。高滩地，阮为什么反对？这高滩地是咧保护咱的石埔呢。你这高滩地若互污了，后日咧石埔溃堤。上午伫台中市大安区大家溪出口段的北岸，农民、水利署甲台中市水利局地方民意代表拢到现场来会勘。水利署已经初步同意疏浚计划导致河道中央偏移的问题。台中市水利局嘛承诺，为了要避免溃堤的风险，会尽力来办理。北岸来啦，所以导致这边的农田会水大的时候就会被刮走嘛。那我们现在就是跟市政府合作，我们就是把那个主升槽导到河道正中央，让它将来水大的时候不要正冲北岸的农田这样子。然后再来，我们会把中心的这个河床把它浚深，让它水能够稳定的在中间流动。大家溪河床的疏浚，也因河道中心线的发射，牵涉到水流的方向，甲顺季的时阵河岸的冲刷范围，为2016年开始，就定定互高滩地种植的农民来进行抗议。上游的清水库已经疏浚了啊，即马水利相关单位嘛同意伫防汛甲安全的理由，进行疏浚工程的调整，甲导正河道的中心线，互农民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有的种伫咧海边咧挡风沙，抵挡严害；啊无，原来有的种伫咧山内咧满土。即款的树林，拢讲叫做保安林。目前全台湾算咧有524位。当中部南投林区管理处就邀请分林4湖3轮国校的先生甲学生，就近去行学校边的保安林，了解讲树林内有啥物动物和树丛咧生态。望讲经过即款环境的教育，互众人更较了解保安林的重要性。小学生今日109号的保安林，就位伫云林4号乡3条轮，由四周即满木麻环造林，在地民众阁叫伊黑森林。4号3条轮地区临近海边，这片的保安林会当防止风大沿海和飞沙。今日保安林阁有丰富的昆虫生态。台湾大蟋蟀是怎么发出声音的？是用翅膀摩擦。其实他课本上念的跟我们在户外看的会不一样，然后让小朋友的话，他比较有那种感动，然后也可以特别的记忆深刻。目前全台有524个保安林，分布在山区、海边等地，为了要学生更加了解保安林的功能和环境生态，南投林管处人员带着4号3轮国小的师生，来到学校边的保安林，进行环境教育体验。最主要是呢，因为这个保安林在我们的海岸线呢，占了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希望呢，这个小朋友呢，透过这样子到亲近保安林，那可以从保安林里面呢学到一些基本的知识，因为这个环境呢就在他们的周遭，小朋友能够学到更真实的知识，那也能够透过这样的活动，更能够珍惜他自己的一个故乡。南投林管处表示，4号3条轮临近海边，为了要防止飞沙沿海顶影响，这地保安林大约170公顷，让邻近的村落、渔温和农地受保护，嘛佫有丰富的生态环境。接着朝着学生来环境教育，推广保安林存在的重要性。记者为你报道。教囡仔就近关心家己的故乡，嘛得关心身躯边的人。来讲，嘉义市内得到失智症的老大人有3000多个。市政府真用心，结合几路的宗教团体，甲平安符内底夹一块发出信号的晶片，互有失智症这个时代来挂。啊，若阁配合手机APP， 就通互各车站、店头、甲警察大人，甚至讲每一个民众，拢会当去警觉到身躯边这个爸啊、母啊，无定到就是惊碰见的时代。
各种无共宗教的平安符，内底嘉义市推出防止老大人放无去的晶片。这种结合 GPS 定位甲蓝牙小晶片，会当放伫香火袋内底，互老大人扎伫身躯顶。有一种保障啊，变成说万一丢的话是真的很麻烦，你会心急，你知道吗？有这袋子这个拿吹。哦，好吹着就对啊。嘿啦，较好吹。一般失智症的老大人拢会挂名牌，也是手环，但是有时阵拢会无细腻，互老大人破坏失去功能。为着要互因会当接受这种防止走无去的追踪器，市政府配合传统信仰的方式，结合所有宗教的平安符来放这个晶片。这个因为第一号，阮有放大一撮通我放迄个晶片，刷来咧，阮这个心理感官保持伫内底，所以阮那赶快的伫地藏菩萨遐互伊加持。其实我爸爸有戴，可是他就是藏起来，他也不让人家知道他有戴名牌，然后问他在哪里，手随便乱指。我在想，如果说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装置，警察现在都会下载这个 app， 就会感应到哔哔哔，他就会知道说这就是一个失智的长辈。市府表示，这个晶片透过手机的 app， 就会当感应到身躯边感受失智症未认知路的老大人，而且还有电子钱袋的功能，只要有消费就会当随定位，而且嘛结合车站、警察甲超商，希望会当伫上紧的时间，就甲嘉义市失智症的老大人甲家庭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攀过中山尾，咱来看东部农委会东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近来试验成功，敢若运用较无10平的范围，佮采用深海海水，就会当饲出价效真好的海水鱼，佮有真侪有价值的海草。未来因会将这项技术转移予民间应用，生产的价值就愈悬咯。利用侵占海洋养殖，一桶水要18块。对养殖业来讲是高投资成本，但是若利用较这边的饲无同款的海中生物就会好。东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就利用井水鱼菜共生的概念，研发多温层海洋养殖系统。20外起4个水池做一排，大个水池是6平方公尺，会当伫适当的低温侵占海水。第一养殖池是扁鳝鱼，就是扁鱼，因过水搁流去另外3个水池，分别饲绿葡萄藻、条纹石雕甲红葡萄藻。经过2年的实验。这个系统唔但会当省侵占海水的用水量，而且无够10平的养殖面积，就会当创造一年35万的收益。每年大约可以生产大概30到50公斤的比目鱼，然后可以生产大约也是30公斤左右的条纹石雕。黄如玉讲，2个饲海藻池嘛分别接收30公斤的量，但是上大的困难是要克服海水内底营养盐甲温度。毋过找到适合的养殖物种，唔但会当饲好，阁会当达到省肥料、饲高价藻类的效果。可以达到节水、节约成本的效果，然后又可以尽量在排放的养殖废水里面去减少它的污染。这项新的养殖技术是农委会东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3年的实验计划，明年阁要研究克服光潮、降低水池生的洗藻，甲防止鸟仔来食鱼仔的防护网技术。规套技术完成了后，就会当转移予民间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送头来讲，100多年前，台湾的南北二路做糖的产业当咧兴的时，糖厂的厂长和干部咧巡甘蔗园，拢会坐一款大人车，这就是糖厂的巡道车。当云林县政府计划处和虎尾糖厂邀请一个对铁路的文化真热爱的专家，提供伊特别学回来新整理好一只50年前的巡道车，搁再驶回来过去咧载糖的铁基路顶，咱来看卖。拿惨白的车身，长高型、高圆身的设计，有90年历史的大唐135巡道车，远远看着那亲像是放大版的火车模型，看起来是介古锥。即阵直直咧云林虎尾建过一串日地高槽水塔、灵验支线和虎尾高铁交汇的所在等时，现场对铁路进行的民众是拢忍袂调，卡米娜一直起。他超想搭的，很开心，因为现在很少看到这种火车。100多年前，台湾制糖的产业正兴，巡道车就是迄当时，互糖厂的厂长也有干部巡视甘蔗田，也有在中瓜所用的。因为有资格坐巡道车的人，拢是大人物，所以伫咧民间，伊个互人叫做是大人车。对铁基路正痴迷的民众，专工开钱收这台50年的巡道车来修复，互巡道车会使搁一届起行。当初花了4万块钱买下它啦，但是非常的破烂。我花了762天，然后花了40-50万把它整理到会动，到今天这样子。最主要虎尾也是目前就是台糖还有在制糖的，那我觉得让它在这边动是还好。
云林县政府计划处和好尾糖厂合作，和135顺道车重新转来大塘铁基路展览。好尾乡亲想起永尊做囡仔时阵，看到顺道车伫甘蔗园来去的画面，也是互这代顺道车的诞生时，也希望好尾糖厂的铁基路开放计划会使早日实现，带动少年人转来做工课。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永早台湾南北二路做糖的产业真兴，所以咱看会到讲有迄个大人车伫甘蔗园咧行。咱嘛想到日本时代有几句的俗语话咧讲，咱种甘蔗互回社帮，这就是大家拢知。第一讲是安怎样讲？原来就是永早的回社，甲你种甘蔗拢会食凊头，甚至讲要甲你收偌济，拢在意付的。无奈，就是因为无奈，才讲一句：第一讲种甘蔗互回社帮。毋过时代咧变迁，同日本时代阁有一句话：原来路尾渐渐经过台湾文化协会，才会技术落去争取。台湾人原来开始会当选家己的参议员，当然毋是普遍的，大家拢会当选。所以自日本时代，原来另外流传一句讲：第一讲选举兼运动。当然，来到国民党政府，这句话原来慢慢有人咧讲，因为你咧拼选举，替人咧走总运动，当有当着要选落去，都毋是照咱的心愿咧，认真拼、认真拼，有当着人失电一个代志就改变啊！你总是这2句，第一讲选举兼运动，也是讲第一讲种甘蔗互回社帮，这拢是咧讲无奈啦，讲咱就无奈就讲，就种甘蔗互回社帮。毋种嘛歹生存哩，毋只日本时代有发生几落摆种甘蔗的人，合齐做伙要来争取正义的代志。上出名就是中华梨林事件，这甘蔗农心酸的代志。无奈讲第一讲，过来我换要讲另外一句，这搁较遥远清朝时代，这是毋是无奈哦？这是叫做无了解，无了解啥？煞毋知影讲，就因为海边歹讨趁。沿海遮的县市无在条生存，咱伫解文说字以早嘛捌讲互大家听过，在厝无路，嫁到东都，你着爱过海呢。人迄当阵有一句话讲：第一讲过番，第二讲过台湾。啥做过番？煞毋知影讲落东南亚、落南洋去找看有生路无？这叫做过番。甚至人迄当阵佫讲吼，过番剩一半，过台湾无地看。所以毋知影讲过番去，有当阵海顶反风，人都无去啊，剩一半有才调转来。过台湾乌水沟佫较凄惨，所以迄当阵是无了解。你讲第一讲过番，第二讲过台湾，过来佫正要佫讲一句，这是现代人咧讲的，这是无步咧讲的，毋是无了解嘛，毋是无奈，这无步咧讲的。即摆人讲第一讲食粉分风，原来就是食粉的人家己讲，我食粉拢无步啦，咱讲俏谈。因为都改袂起来，讲食粉草机愈食愈短，干那分风尔。有当阵嘛是咧感叹讲，我咧劝人改粉改袂起来。第一讲食粉分风，即句都半俏谈的意思啊。总是人讲较实，人讲好过日。若时机到，福气原来会来。咱过来看屏东市北区的市仔内，都有一档咧卖鱼的头家，为着要带动生意，一当前就用手机仔来设一个群组。甲逐工新捕的鱼货拢搭起咧群组顶头，互人客看相片就通成欢富。尤其头家这边，阁会去引一寡团体采买，讲有拍折的产品，拍入去群组内面加减斗销，同安尼带动到鱼货的销路加要四成呢。北大拢着大声喊，招人客来买。毋过即搭卖鱼仔的却含人真无共。屏东北区市场内有袂少鱼摊，拢咧卖各种新鲜的海产。毋过老祖宗却是用通讯软体，互人客先注文要伫虾米，人一到位就会当立钱甲货提走。然后我就想说，用一个比较不同的经营方式，想说，用团购的试试看，先吸引人潮。群主是可以在这里直接拿货，也没有差，因为我还是可以到传统市场。因为老祖宗的单位伫咧市场内，无挖街仔路，人客较罕伫行骹到。伊自一当前转开始透过通讯软体来成立群组吸引人客。嘛，因为伊卖海产薄利多销，佮新鲜，
人客好康斗相报，愈来愈多人加入军组，业绩嘛升中4成。价钱又比其他间的还要便宜，同样的品质这样子来算，又还要便宜。对，而且它有赖群组，非常的方便。老主讲讲，为着要确保鱼仔的新鲜度，收大进前伊就会俗俗啊卖，相片若铺伫军组内，就会随互人客买了了。其实我还是希望有一个发起人能改变传统市场的那个经营模式，我觉得希望也年轻人也一起走进来。虽讲台湾的传统市场豆豆没落，不过老主讲认为，传统市场的消费模式敢会没落，要看业者安怎经营。即马嘛有一寡贩仔开始做军组，伊希望大家会使同齐，互市场的生意变好，互少年人嘛愿意行入来踅菜市啊。记者综合报道。费心正都有路通好行。来看云林口湖，遮嘛有一间幼儿园，费心正将猪仔大柑仔店拢搬入去教室，佮甲幼儿园学校内打扮做古早街路的形体，互遐幼囡仔去体会讲，入去电头毛店整理头鬃，入去柑仔店啉南门的汽水，佮有劈猪仔大，这种种的古早生活是有偌趣味。伫几日啊，拖三轮车，囡仔学做车夫。详细甲看，车顶还阁坐一个真水的小姑娘。另外一边，伫咧传统的美容院，囡仔穿1970年代的衫，就坐伫咧医疗，但要互人识到。云林口湖有一间幼稚园，为着互囡仔体验永存老家的文化，要甲教室打造做老家，来替囡仔翕相的家长，心肝内也真感动。原港这样办活动，让我想到以前小时候的事情，让孩子们体验一下阿公阿嬷甚至阿祖他们年轻时候的那个老街，所以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学校打造成一个老街的场景。囡仔为伫咧地道啊头前学泡一锅茶，也体验永存的五乐、拍猪仔台、食古早味的南母呢。囡仔看到逐项物啊，拢感觉真新鲜。好玩。哪里好玩？干嘛店卖东西的。卖东西？你卖什么？弹珠汽水。幼稚园的老师发挥创意，把大型优惠的看板搬入来教室，让囡仔袂输来老家佚佗，感受到正港的古早味。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咱来看香港反送中的运动，目前的年已经半冬。昨暗有民众伫咧中环迄搭发起6·12半冬的集会，讲要纪念遐因为这边的社会运动，互人掠去，甚至牺牲性命的志士。伊嘛讲5项诉求，若无拢总完成，决定是袂放弃。才有主办单位按起来，是有43000几人去参加这边的运动。啊，毋过香港警察讲，结果是5800多人啦尔。香港中环爱丁堡广场12暗，真侪民众会着恭贺香港的乌旗甲标语，再一次展现5大诉求无达成，绝对无放弃。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超过半年。半年前的6月12日，民众为了要挡多项条例修法离托，包围立法会，和港警用催泪弹赶，就开始长期抗争。昨暗民间集会团体发动6·12半周年集会，纪念这段期间香港发生的一切。现场为运动期間失留身亡嘅學生周子樂默哀，也為喺呢家裏面嘅示威者加油。我黃之鋒好希望各位香港人喺今個12月以及係未來日子，能夠擔任寫信師嘅角色，係去寫信，係去寫聖誕卡俾我哋每一位喺監獄嘅手足，讓到佢哋喺監獄裏面服刑嘅時候係冇咁感到孤單。5大訴求暫時只有一樣係確實咁樣達成到嘅啫。咁喺往後嘅2020年，我哋仲有好多嘢需要去做。規場集會和平進行，主辦單位講有43000人參加，港警是講上濟時陣只敢若5800人。反送中運動也未停，路透社引述中國官方嘅消息，講習近平後禮拜訪問澳門時陣，會宣布要喺澳門設立證交所等政策，和澳門發展經濟金融中心，取代香港嘅地位。對此，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無回應。記者綜合報道。頂日咱有報講，紐西蘭北島嘅火山爆發。早起政府嘛有派軍隊和警察將6個不幸過身的人士身屍運出來，啊，不過還有2個已經探無潰屍的受害者，下落猶原不明。鏡頭遠遠看過去，我近北島火山附近，因看到直升機正執行搜救任務，目前確定找到6名罹難者，各將遺體運送出北島。Unfortunately, there remains 2 more people that we need to find, and we are also right now deploying our dive team to search the surrounding waters. We do believe that at least one of them is in the water.
One is still on the island and we haven't located them, or they too are in the water. 为镜头中因看到火山附近13载起游园拢是高高的白烟，这项搜救任务其实是伫高度风险之下执行，因为专家12针对未来24小时火山爆发几率的预测，达50%到60%。官员逐工拢爱面对着急等待罹难者家属的询问，承受未少压力。The operators are wearing on the island is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its weight and how it restricts movement, because they had to be protected from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o that they're on the island, and we have to be prepared for the fact that there might be an eruption. 纽西兰警方进前表示，伫火山爆发了后，伫空中几啊摆咧走吹，相信岛上已经无任何生命现象，也因为过去几啊天火山佮爆发的风险一直拢伫50%以上。伫安尼情形下出动搜救，因讲是将这同事置身伫险境当中。佮表示爱等到情势稳定，佮较安全了后才行动。记者综合报道。英国有真侪人拢讲，合一间厝来砍头较有安全感。毋过时代咧变，少年家的想法嘛开始无相像。你像讲印度，真侪20-30岁人毋若无爱厝，连家具含手机拢无用买，用个租的。讲安尼会当随时改变拍算，要换就听好换。伫印度的千禧世代少年人追求自由，一切伫咧生活中所需要物件，从家具、电器到手机3C 产品，拢是用做的。因为名下无厝无车，甚至连一块椅拢无。或是大人有安全感的固定资产，对因来讲拢是负担。Our measures of success and our standards of what we require to feel like we have a fulfilled life have changed, and a subscription model allows us to have access to it for the duration that we want to have access to it. And renting does the same thing. It allows you to shift your own standards and define what success means to you, rather than go with what a societal standard would be. 伫商业大城孟买，无结婚的单身少年人每个月开差不多大票1000，就能租到规套的家具甲家电。即嘛愈来愈侪人无想要买物件，无爱排挤，创业也共款。25岁莫拉卡2年前创立一个非营利的女性团体，办公室内面的办公桌家具、文具规套拢用做的，省来钱会当做一寡较有风险的事业。就算是失败，也袂了大笔的固定资产，赶紧临赔出场，东山再起。So it seemed like the easier and cheaper option to rent things that I needed, and then also change them around as and when our needs shifted. So for example, if we stopped needing a laptop as much, we could switch to using a cyber cafe and use that money towards our other programs and initiatives. 这几年全世界流行共享经济，资讯顾问业者普华向导分析。到了2025年，共享经济规模会让达到3350亿美金。人口正多，印度最近几年成长上紧的就是家具加智慧手机的租用业务。即嘛，印度消费者需求降低，每一个行业销售拢无好，敢若出租这个行业表现袂歹。预计伫2025年，敢若是出租市单就会到18.9亿美金。连瑞典的伊基亚，拢计划伫咧2020年伫咧30个市场要设置租赁嘅新商务模式。记者综合报道。近来一款无酒精，毋过有麦仔酒味的凉水，愈来愈受人欢迎。毋过业者咧生产这种饮料的时，都要将酒精先抽出来。现主是到国际上真大间的秘鲁的制造商和清洁剂公司合作，将抽出来的酒精搁再制，推出环保的洗碗精。咱来看卖。总部设伫咧比利时鲁恩的百威英博秘鲁集团，是全世界上大的秘鲁制造商。因为即马无酒精秘鲁的市场成长正紧，因要生产这种啉了袂醉饮料时阵，就要把酒精提炼出来。不过，一寡外地的酒精要安怎处理，真头疼。That's why we were looking for partners, and we have been redesigning a bit the rest alcohol to make sure it would fit with our partners. 百威英博要在强调使用天然配方的环保清洁产品制造厂商宜科合作，将外地的酒精净化再处理，就让用作活性清洁剂加防腐剂成分。不过因为内面有酒精，所以产品会有酒的味，就要想办法解决。Oh, how can we mask that smell to make sure that our product still smells nicely when you're doing the dishes? You don't want the kind of beer smell on your dishes, so that was a key challenge for us as well.
伊个尾是用其他废弃农产品提炼的香味来压过酒味，尾推出这款环保洗花剂，顶头标注有1/4的成分来自秘鲁的废弃物，自秘鲁的坡到清洁剂的坡，百威英博加百科跨业合作，加产业本素编做对环境友善的产品。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这2天虽然东北风有较无遐透，不过台湾各地头早暗天气还是较凉凉，暝甲日温度也有增差。那拜六礼拜的天气拢算稳定，干那北部、东部的山区会小可落淡薄仔雨。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方详细气温的资料。北部19度到26度。中部这边20度到27度，台南、高雄、屏东22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20度到25度，金门、马祖、澎湖15度到2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